好多公司都講到明，唔准職員搞男女關係。咁同性戀關係就 OK 啊？冇愛情，星期六日好難捱噶喎。有一晚我夢見你，有你同我。做人都咁辛苦啦，仲要貼錢攞嚟同我。呢度公道，兒童兒童。點解你揀呢個時候同我講？你驚喺公司講會喊？兩個人喺埋一齊，一定有伴隨。